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位欢迎收看在2月1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应付任何天灾地变，如何在上短时间抢救降低伤亡，一直是上局突破的目标。现在因苏科将得奖的搜救队扩大编组，上午突然正式成军，嘛进行示范演练，过程相当逼真。为应应天灾极端的气候加复合性的天灾地变，现在上局得奖搜救队的挑战愈来愈大。上由消防7个大队所选出来精英，以抢救地动的救援作为任务，向市民展现因灾害抢救的训练，场面相当逼真。将它切割开来，并且要使用我们其他破坏器材，要将这一名民众抢救出来。尤其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我们救灾时候分秒必争，尤其在0206，我们可以观看到的是，我们所有的消防人员几乎都是不分昼夜的进行抢救，希望可以在最短时间将人员抢救出来。扩大编组以后，得奖搜救人员都要在台南分北、中、南3个地理区随时带兵，看状况调入各种的装备甲器材。另外也包括有人200倍嗅觉搜救犬，也伫严格训练甲认证以后，伫救援当中大大发挥效果。上午已接受市长授戒。在今年也通过了终极搜救犬的认证。最右边的是 Tony 是今年3月才加入消防局，并且也完成了终极搜救犬的认证。市府跟议会共同的支持下，我们逐年的把老旧的这个车辆把它汰换。那此外呢，我们这一次也有3只搜救犬经过训练，那么都得到相关的认证合格那么具有国际搜救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跟认证的合格。那我们这一次来授接，我们希望将来在任何不管是国内外相关的一些急难的救灾，那我们的搜救犬都可以发挥最及时最立即的一个救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此外，我们这次也把我们的特搜队从23位我们扩编到82位那么另外也成立2个任务型的这个分队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特搜队的这个扩编，而且各位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经过相关的认证这相关的考试认证及格那么我们这一次特别感谢各位愿意接受这样的训练，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日本强烈追调同时，正向前持续捍卫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所以透过上局每一档嘛编列6400万的预算，进行老旧消防车辆的汰换。对1805年到1806年度得到了1亿5000多万的经费，总共添购25台大小的消防车，未来守护大台南市每一个角落。电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但是率先全台湾伫北京国小推动双语教学计划，伫第4个月以后，18号上午伫西门国小教学成果，已经互外界拢相当满意。市长嘛强调，该计划将会扩大举行，互台南成为双语的城市。由教育局推动的双语教学计划，18号上午选伫安平西门国小举办成果发表会。一开始就由行动英语戏剧展开序幕，透学生认定的英语来展现。接续该校外籍老师甲校长以协同教学方式，展现自然课程甲英语整合性的教学模式。结合数位科技甲合作学习，互学生动手来操作。即款互学生伫全英语的教学环境当中学习的表现，嘛互市长相当满意，表示继续推动这个政策。那我觉得英文确实是我们下一代，甚至我们现在这一代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国际竞争力，英文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如果英文不好，事实上，甚至很多机会在国际竞争的时候会受到影响。我们希望推动第2官方语，
那让我们的英文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一代也能够来努力，那我们的下一代要能够来提升，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各项的这个才能够走得出去啊。我们不能完全只靠技术，不能只靠制造代工，在国际上生存。我们其实应该要再跨出一步，那我觉得我们的英文，是我们最大的挑战。高局表示，目前举办双语教学北京国小，分别是安平区西门、新亚区南子、东区胜利甲中明、下营区东兴甲下营、安南区和顺以及永康区西势，分别由各校自行选择举办的年级甲领域，每一间录音的教学特色。第新闻古博以采访报道。市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亲近受益伫台南作为主题，将每一档所举办的原住民日第一摆结合今年所办理的圣诞点灯，开始吸引侪民众围观。下面咱们做伙来看这张有原住民风格圣诞树是生做什么款。2、1，请将百合插入我们的桃符。灯一光起来，民众一阵欢乐。为着要庆祝台南市的文化节庆原住民日，今年民族事务委员会不但用心安排侪歌舞表演，也首度迎合圣诞节气氛，特别请来阿美族工艺家设计制作专属于原住民风格的圣诞树，也为台南的黑暗增加了高高的圣诞气氛。今天这个灯区呢，第一次以原住民为主题。我们请到我们当地的阿美族的工艺家，叫吴东亮先生，他是阿美族，他非常用心，他觉得圣诞的点灯圣诞树应该融入原住民的元素，所以他特别把扎哈木原本历史上有邹族的元素，特别用原住民的特别邹族的蓝红绿来表现，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灯树特别不一样，更重要的。在台南这边的所有的原住民都非常的兴奋，第一次有我们自己原住民的圣诞树，所以在台南各地的教会、各地的社团全部来共襄盛举，所以让我们今天的夜晚，让台南非常有不一样的夜晚，让我们台南市的市民看到原住民的歌声、原住民的文化，让我们看到所有的族群在台南可以有很自信的展现自己的歌喉跟特性。用台南只有2个圣诞主灯区，今年加了一个扎哈木公园，亲临现场感受气氛的副市长张正元也大大肯定民族事务委员会用心，甲伊所展现出来的年度丰富成果。这个灯不得了啊！这个圣诞灯不得了啊！它有几个特色啊。第一个呢，它是用原住民的图腾一点一点的拼凑起来的，大家说对不对啊？对。老日黑暗现场也安排了侪歌舞表演，用无同款的语言唱歌，让人感受到无论是对这个族群的人，都会当伫台南快乐自信的生活。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咱台南的公立幼儿园只提供1万个名额，所以真侪家长只当排队等抽签。面对这长久以来现象，目前却传出已经设立公立幼儿园的中山高中，竟然要正式非营利幼儿园。副议员吕维英甲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表达反对，烦恼有可能造成一校两制。目前已经设立公幼的中山高中，有计再设立非营利幼儿园。对此，议员吕维英甲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认为，包括活动空间、厨房、游乐场的出入口，在必须独立的状况之下，一定会影响学生原本的使用空间。而且收费甲收托的时间拢无同，恐惊会造成一校两制的混乱情形。强调不如再建设一般公幼，这是较适当的作为。如果在同一个学校，它有同时设有公立幼儿园还有非营利幼儿园，这样子很容易再让家长他有他的比较的心态。而且因为他收托的时间、收费的时间不一样，其实他有时候会让家长产生混淆。所以其实我们建议，那他如果已经有另外一个独立空间，他可以让这个非营利幼儿园
来这个委外来进行的话，那不如把这个独立空间改成一个公立幼儿园的增班，好，那这样子也可以解决这个公立幼儿园不足的问题。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在公幼跟非营利设在同一个学校这个问题，我们是非常认为这是不可行的。那我们了解教育局端这边最主要2个原因，一个部分是政府的政策，因为前瞻计划里面有非营利幼儿园的设置的部分，所以有这样一个数字的压力。我觉得政府不能用数字的压力，然后就为了要满足这个压力随便去找。第2个部分，它确实找不到适合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公共的一个空间，所以针对这2个问题，我们希望说台南市政府市长李孟彦市长应该来做整个协调。教育局指出，非营利幼儿园的经营方式、受托时间甲需要比较接近，不过收费却是伫公幼甲私幼之间，更是教育部目前的推动方向。但是教育局也会来鼓励设立非营利幼儿园，因为非营利幼儿园它现在就是整个教育部它主推的一个方案，那各县市也都是在配合办理非营利幼儿园这样子的一个案子哈。那非营利幼儿园它原本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盘整校园内有剩余的空间来做一个非营利幼儿园，但是它实际上真的是有困难，所以后来国教署也正好有争取到前瞻计划这样的一个案子，可以新建园舍来办理非营利幼儿园。我们想说这样的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教育局一定要努力。议员吕伟英强调，台南市2岁到4岁幼儿大约4万人，但公幼却只提供2万人的就学名额。若是伫中山国中再增设一班公幼，也同款会当互更较侪家长享受到公共化托育服务，而且减轻经济负担。但是，嘉山林根采访报道。但其中参选人甘顺者在和上午成立新营奥运会，现场除了侪乡亲到场收听，也有伊对小学到大学同学拢来支持。甘顺者表示，伊对新营这片土地感情甲投入是对细汉累积较大，希望用感性的诉求来打动选民的心。虽然透早天气冷冷，搁落着一点仔毛毛雨，犹原无法度阻挡新营区的民众对因所支持的台南市长参选人甘顺者的热情。奥运会成立大会会场，支持乡亲坐甲满满是。自细汉伫咧溪北大汉的甘顺者，也讲出伊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嘛表示伊会拒绝进入中央来担任公职，就是希望甲台南市的乡亲徛做伙，为台南来服务。迄个时阵呢，赖清德市长呢，其实伊有甲我安排去中央呢入阁。我甲赖清德市长讲，我的人生的意义，第一志愿毋是入阁，第一志愿是要承诺我当时对台南县民的承诺，合并升格，对台南市呢是断空长途。过去赖清德市长做市长的时阵呢，中央是国民党执政，伊有真侪理想，有真侪对这个城市的使命呢。因为经费的关系，因为政策的关系呢，我都通好中央得到认同，所以呢，真侪呢，敢若计划尔，无法度通好来实施。所以当赖清德市长无法度通好连任的时阵呢，孙子也咧想讲，这是我的责任。所以你别人真无看好之下呢，孙子啊。坚持无入中央入阁，我坚持甲人民徛做伙，咱大家共同打拼台南市未来，安尼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甘顺者也一直强调家己6当副县长、6当副市长的工作经验，伊对台南政务的实施，绝对是超越其他扑上台面的参选人，也希望台南乡亲有机会来为大家服务。台南新闻网综合采访报道。先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北中共今年拄好是6党1区的组织，17日下晡结合社区以文化游行方式做伙举办迎新嘉年华。别方表示，组织虽然是宗教活动，不过嘛希望借此号召乡亲共同守护台港的环境生态。今年拄好是海尾大庙中共组织，嘛是大庙兴恶10周年的日子，所以庙方结合台南市台港相关的社团，17号以文化组织、艺术、小办团为主题，在地之间所制作的台湾暗产环境指定环保的名句甲装饰，伫咸水溪桥迎接主庙刘洪强的大道公。搁在沿着海淀路以文化游行方式，也回海尾中共，培养并且发送平安福地，互境内住户甲信众，场面相当热烈。海尾中共和咱祖庙吼，这个下大道梁洪强吼，这个缘缘非常的深，所以讲吼，迄请祖庙今仔日吼，有足侪咱伫咧用着办着足热热足欢喜的心情来甲办理，所以讲吼，咱祖庙的桥来到着咸水溪入咱境内吼，就爱落车吼，和咱保生大地，咱中共保生大地来新桥咧，掠做伙。由着咱社区吼，包括着咱社区大学台港分校咧，各地团体以着这个迎神采集吼，一个嘉年华会的方式来办理。所以讲吼，这是咱伫做就第一人代志，伫起股的进程第一人代志要做的。过去就拢安尼，所以讲引起着讲吼，规庄吼，拢是足欢喜、足热热，在迎接咱。丁酉年即科照，伫建造期间呢，咱也有足侪种文化活动吼，希望讲创造地方呢一个足欢迎吼，足热热吼，会当促进地方的发展。过去教育因为考试无考，所以忽略着在地文化。不过现在本土教育、在地文化庆典等活动愈来愈受的重视，所以中共透过组织进行社会参与甲文化融合，幕后在地学校的小朋友会当对细汉来了解台港文化，做回来守护台港文化家园。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东滨爱心会17号所举办的爱心观音会，为了将爱传送给更较侪弱势，表示将所得扣掉成本以后，一半捐给3间台南市的身心障碍机构，另外一半则会专款专用投入社会公益，让弱势麦当有一个温暖的寒冬。东滨爱心园游会超过50台各种单位，有食的、有啉的、嘛有耍的。就伫咧12月17号，伫咧市府南岛路的广场，一场人人有爱、处处无爱爱心园游会。东滨爱心会是至今已经第6档，长期服务弱势。今年因希望将爱甲善心更加扩大，也因此由理事长叶松山发想出这场爱心园游会，互民众会当做伙来参与，各买着爱心园游券，也会当轻松来做爱心。今仔日来办这个爱心园游会，就是要推广，大家做伙来做爱心，感谢各界这中官，以及着这有心的人士，大家来支持赞助，到今仔日，今仔日节目嘛真丰富，真侪单位来赞助表演，以及着咱今仔有摸彩活动，摸彩的奖品非常的多。各界这民意代表、议员、有心人士赞助真侪丰富的摸彩品，以及着也有脚踏车、
冰箱、电冰箱、电视，啊个侪奖品，非常的侪，感谢各界呢，会当来做伙做这个善心。感谢咱遮的遮的善心大德。 大家好，今仔日大家我宝贵的时间来参加阮台南市东滨爱心会这场演唱会会当互阮安尼圆满成功，日后阮会当搁再愈做愈大场但是阮今仔日所做的50%所做的鱼儿50%买有3间，一间是老麻，一间是那个皇家，一间是热火我希望大家村的钱，阮就是留50%，阮的转款转用希望大家以后共同来做爱心，以欢一心，大家共同来做爱心。我们就是希望说，能够透过大家互助的一个精神。 大家互相帮忙，那利用大众的一个爱心来帮忙更多的弱势团体。因为历届以来，我们东滨爱心会都是就是都协助个案。那因为协助个案的话，我们是觉得说这样子发挥的一个力量好像比较薄弱，所以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爱心音乐会来让更多人知道东滨爱心会它的一个精神。 你哪怕是有园游会，赶快来消费。如果你哪没园游券的话，我们现场也有园游券的，就是购买啊。我想每一张的爱心会，每一分钱你会透过东滨爱心会去做关怀的动作所以在寒冬的这个时候尤其新的一年即将来临的时候东滨爱心会然后会替你做出个爱心。 希望伫咧寒冬时节，甲社团各界做伙投身做公益，参与爱心园游会。园游会预备所得50%也会捐予脑性麻痹甲身心障碍机构运用。村的经费，爱心会将会以专款专用的方式，持续将爱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咱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 为联络在地居民的感情，嘛，互农村更加欢迎发展。市农会伫开新了保安宫的举办新歌展，现场展出各种的工艺作品，同时嘛，海棠歌手甲安南各种的乐器演奏，以及趣味闯关，场面相当热闹。就伫咧开新了保安宫的庙埕，安南各种学生展现因电视的新歌，用气势鼓声。 咱有32区呢，但是咱有将近30区呢，家政事件呢，拢有来参与，将因的作品呢，来摆伫头前桌仔咧，互大家来看，这是也是一个感情的联络，不但是教育人民啦，民也是互大家有一个联系，是真更加欢乐。咱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 伫北区经营传统豆泥甲灌村古早味已经30几档的老店，现在第3代头家将全包染上天然蔬菜色彩，加上真材实料，在2月初已经进驻观光镇区的国华商圈。大家表示，除了创新突破，嘛希望传承灌村的好滋味。 拍开顶罐迄颗圆滚滚的煎包，比比别别，对着清起来香味，互人巴肚拢咬起来。而且你敢有注意，煎包已经毋是白色，而是染上嫩绿红色，加当季蔬菜特色，加入落去暖的天然健康食材。除了突破传统，顺手工的过程竟是加做高工。头家表示，虽然成本比一般煎包加要3成。 不过，重要是希望去少年一辈的眼光，可以当传承灌村的古早味。草包生煎会取草包这个名字，就是其实在勉励自己啦，就是要谦虚的把食物做得更精进。然后一方面是我希望眷村这个传承30几年，我们家里的食物呢，其实可以做一点比较符合年轻人的感觉，所以才取了草包这个名字。然后最主要，它也是展现我们眷村对于面食的一种草根性，因为它毕竟都是纯手工的，所以我们要很扎实的去做，才会把这个好的食物延续下去。业者对12月初正式进驻国华商圈的试卖期间，除了创新的变化、真材实料甲口感，互人接受度真悬，店内灌村怀旧的气氛，也互消费者印象深刻。
皮很 Q， 比较 Q， 然后就是内馅很扎实，就是还可以看得见有就是素肉在里面。对，然后就跟人家写的一样，就是那个青菜也都很清脆，很好吃这样子。我觉得很用心啊，对我没有看过有人把水煎包就是用创新的概念去做，对啊，而且他们是听说是眷村的子弟出来，就是想要用心传承嘛，我觉得蛮棒。草包生煎目前研发了2种新的产品，一个就是酒肉参传过，从菜名的意思就知道我们放了猪肉。然后还有绍兴酒，然后外皮我们为了增加吸睛的程度，所以我们用了胡萝卜做成橘红色的。然后另外市面上比较少人做不一样口味的素食煎包，所以我们就研发了一款如同菜单的佛祖心中柳，里面用了台湾的香菇，然后我们还与台南有名的塑料食品公司合作，直接进了一些高品质的塑料，然后来研发这一款。然后为了让大家知道它是素食的，所以我们的外皮就用当季的绿色蔬菜，然后让它色彩更鲜艳。眷村第3代头家对来传承顶一辈30几年来所留落来美食，更强调食香味焦全，有草有素分开处理，而且以后卖搁在不断创新，让消费者完全无同款的享受。台新闻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好天有时多云天气，温度15度到20度，落雨几率一成，海面边广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12月18号的中嘉台电新闻，咱再会。